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这边通来讲迄个素数分贴的算法，或做普拉的罗算法。要讲迄进前，来看迄条生日日历。一冬极计有366天，所摆人的生日极计有366种。当出门凊彩揪一个过路人来问伊的生日，凑空迄拄拄和你的生日相像，安尼几率偌大？咱莫想了伤复杂，就准做迄是366分之。意思是，若好运到问到头一个，就和你的生日相像。若正步仔生菜瓜，问正千人、正万人，检彩逐个生日拢和你过样。总测问366个，就会有一个和你的生日相像。当汇集一阵过路人，爱几个人来，才会有2个人生日相像。咱讲总测23个，就会有2个人生日相像。城市头一个组合爱300多人，第二个组合就简单20通人。就是头一个组合，咱要爱人的生日偏偏一个特殊的日，就是你的生日。第二个组合，咱也毋管迄相像的生日是搭落一天，凊彩一天拢好，比较得较快成立。甲即个命题混大，咱讲一个集合有 n 遐侪条数，凊彩为内底拣一寡数出来，总测拣甲 n 的平方根遐侪条数迄叠，就会有2条数相像。当有影要来看素数分贴的算法啦，检彩有一条数 n 偏偏倍乘 q， 倍偏偏也是较小 n 的平方根 ，q 偏偏也是较大 n 的平方根。咱毋知倍甲 q 的值要找因。进前的影片讲，迄分看卖的算法是为较小的数开始，一条一条去检查，看敢有法度甲 n 交分。若交分，就是找到倍。是安怎即死决要为较小的数开始算？若为2到 n 减1中，凊彩拣一条数出来，检彩鼠咪鸟碰到死鸟鼠，拣来头一条数就交分。这就亲像拄则所讲迄头一个组合，伫 n 遐侪条数内底，凊彩拣，要拣着倍还是 q 的几率是 n 分2，总测爱拣2分 n 遐侪摆，才会去拣着。你讲安尼无较紧啊？人迄分看卖的算法，极计嘛才开 n 的平方根遐侪步去算。万请烦恼，较听仔要甲伊改善。先来看讲，若有影要安尼做，爱安怎烦恼？要安怎伫较小 n 的数内底凊彩拣一条？若要笔算，检彩6斗啊是一个法度；若要电算，迄电脑是死的。论真讲，无迄落凊彩拣的法度。总是有算法通做即个代志，就是虽讲是照起工来拣，锁定迄数，煞无啥看会出来伊的规矩，想想看，亲像凊彩拣来的。这规矩是安尼，来生一个数的列单，加一个 x， 就偏偏加的 x 平方天积除以分互 n 的纯数。看一个例，设使要来分贴943。事实943偏偏23乘41，若好运到拣着23，还是拣着41来分，就会交分。当知影 n 偏偏943，检彩为 x0 偏偏7开始，7的平方天积是50，50的平方天积是2500连积，除分互 n 的纯数是615。照这个规矩做落，所得的数是83、298、538、887，一直到124。有影想想看，会掠做是凊彩拣来的数，总是到当袂前拣着23甲41，都总测爱472步才会拣着咧。袂要紧，咱搁做落去，后一条数是289。这289伫第4步捌拣着。咱知影这算法要得后一条数，就是简单看现主时的数来决。
可见为289个起哩，就是遮个小循环出现，阁算也无利益。是安怎会去见着同款的小？咱头起初有讲，凊彩景差不多经 N 的平方根遐侪条，就会见着同款的小。943个平方根是30，咱经到第19条去见着同款的小，嘛算正常。咱若甲这小照所经的顺序排列，会生做安尼，亲像希腊字母的罗，所摆这要叫做罗算法。过来，要安怎知影见着同款的小？咁就甲见过的小拢记咧，经一条新的，就去记伫超找。免有一个叫做句甲图的算法，通做这个代志。咱甲句放伫头一条小，就是x10迄位；图放伫第二条小，就是 x7迄位。做一步，就互句行一步，迄就是咱后一条要见的小。总是图就互伊走2步，中期尾句甲图会伫同一条小，就通停。迄碟检测也有我小毋捌经来用，一般得免烦恼遐济。若有影放袂离，互因阁走一轮，阁相拄，安尼就是逐条小拢用着。当甲即个算法阁讲一摆。利用罗算法的规矩来经2条小，句一摆行一步，图一摆行2步。若是句交分 n， 安尼背就是句；若无，看图敢边边句。若是，就找无背；无只，照即个手路做落。咱讲这一般的拢是找无背，就是总册爱开 n 分互2遐侪步，才通找着背。毋过，行 n 的平方根遐侪步，就无新的小通用啊。当来改善，咱共款凊彩经一条小来，比如讲87，来算这条小甲 n 的大顶小，就是87甲943的大顶小。迄算大顶小的算法，或者优矩列的算法，咱顶头有讲过。87甲943的大顶小是积，就是积掠外。无别条小通甲87甲943拢交分，阁经一条小来试看卖。比如讲69甲943的大顶小是23，就是讲23通甲69交分，23嘛通甲943交分。侥幸啊，这敢毋是咱要找的背嘛？就是讲，若经着一条小，伊甲 n 的大顶小毋是积，安尼这大顶小。若无是 B， 若无是 Q， 有偌侪条小有即款性质。进来的小，若是 B 乘7、B 乘2、B 乘3，即款 B 的倍数，就大顶小是 B。这拢总有 Q 减7遐侪条。若进来的小是 Q 的倍数，就大顶小边边 Q， 这拢总有 B 减7遐侪条。合共就是 B 加 Q 减2遐侪条。安尼找有的几率悬足多。看拄则的例，伫第3步615甲943的大顶小边边41，安尼就是找着 Q。总是通过改善，检测来看新的例 ，n 偏偏 B 乘 Q 偏偏23乘31偏偏713。照这改善过的手路，犹原找无解答。咱来看。偏偏这平方天积的法度，若是莫处于分互 n 的春小，来处于分互 B 的春小，会安怎？照讲，这列单无通成，咱就是毋知 B 的值要安怎算伊分互 B 的春小。暂时莫管遐多，伫即个例 B 就是23，来分看卖，所得的小犹原成一个路，搁用合同算术的规矩，通证明这。Y 的列单就是 X 的列单分互 B 的春小，就是讲这 Y 甲 X 事实是同一个列单，伊伫 N 的世界成一个路，伫 B 的世界成另外一个路。咱讲，若是凊彩景的小 ，B 的世界迄个路差不多有 B 的平方根遐侪条小 ，B 的平方根较小 N 的平方根，可见若好运到 B 迄边的路。会比 N 迄边的路较短，就是
伫 N 这边有2条无同款的线 R 甲 V， 因分互 B 的村小边边拢是切。若除 R 减 V 的绝对值，就会是 B 的倍数。这 B 的倍数甲 N 的大顶小，照进前所讲，就会是 B。所摆这个算法要搁改善，就是除久减土的绝对值，去甲 N 算大顶小。注意看，咱这算法无用到 B 甲 Q 的值，因为 B 甲 Q 的值咱毋知。总是准讲久减土是 B 的倍数，咱就会找到 B； 也是讲伊是 Q 的倍数，咱就会找到 Q。伊当时会是 B 的倍数，就是久甲土伫 B 的世界是同一条线。安怎因会是同一条线？就是凊彩进来的线，经 B 的平方根遐侪条，减彩都有2条线相像。可见这算法差不多开 B 的平方根遐侪步，就找有解答。总是呛数，无定着。咱共款做一个试验，较细3万的数数，凊彩经2条来3乘做 N， 再用这罗算法来分拆伊，拢总做100万摆。结果总测一条 N 简单开50步去算，有影较赢进前迄分看卖的算法。毋过这100万条内底有494条找无解答，算是这个算法的欠点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